我刚刚才回国，好久没见了。今天是你的生日吧？生日快乐，雨熙！有空来咖啡厅聚一下吧。雨熙。哦，俊荣。哦，你现在变得好漂亮啊！要不是听见你的声音，我真的认不出来了。哦，对了，啊，好可爱！是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。嗯，不要脸，还偷拍。做艺人不就是给人拍的吗？看见你现在这么开朗，我就放心了。最近怎么了吗？俊荣，那天分开以后，我很久都不好意思联系你。当时我只想着我自己，和我不用说这些了，我们不是朋友吗？虽然好久没见，但是我也能经常看到你了。你最近可是大红人哦。是参加了很多活动，都是公司合同上要求的。你不喜欢这样吗？不，和之前相比，真的好太多了。只是，虽然感受到的目光变了，但是性质好像并没有改变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他们都说我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公司职工肯定有不想上班的，学生也有不想上学的，人都有不想面对的压力，但其实又不得不去面对。雨熙，你也是一样的，不要对自己太苛刻了。其实我回国之前看了你的视频了，我之前也经常遭到外貌歧视，虽然严重程度比不上女性。我不是想计较谁的程度更严重了，就是只要有过相同经历的，都会产生共鸣。你能摆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，就已经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了。谢谢你这么理解我，俊荣。那过2天再见了。俊荣啊，你是不是从以前就开始喜欢雨熙呀？你早该趁他丑的时候下手，现在没机会喽。喜欢就一定要在一起吗？而且雨熙已经遇到了更好的人。哎呀，我只是替你感到不值啊。他只有在遇到烦恼时候才会联系你。那你也有烦恼的时候会联系谁呢？我还没说完呢。